第3章，我的囝，毋通袂记得我的教示，你的心就持守我的诫命。安尼，你会长岁寿、好佳日，享受平安繁荣。毋通互自爱甲真实离开你，就绑伫你的颔棍，刻掉伫你的心内。安尼，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你会得到恩典甲好名声。要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毋通看家己最有智慧，要敬畏上主，离开歹事。安尼，你的身体会勇健，你的筋骨会勇壮。要用你的财物，甲一切头水的土产献予上主。你的册仓就会满满，酒窟有新酒满出来。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上主的管教，嘛毋通厌恶伊的责备，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，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囝。得到智慧的人真有福气，伊有得到聪明。得到智慧比得到银较有利益，比对金得到的利润较悬。智慧比红宝石较贵气，人所喜爱的无一项会当甲伊比。伊的正手有长岁寿，伊的倒手有好业甲尊贵。伊的路有喜乐，伊的道路互人平安繁荣。持守智慧的人，对伊得到性命；坚守的人，拢真有福气。上主用智慧建立地，用聪明安置天。伊用知识互深渊裂开，互江冲滴落水。我的囝，要持守真的智慧，会晓分别事理，要不时注意，毋通忽略。安尼才会互你得到性命，成做你颔棍水的砖塔。你就会安稳行你的路，你的脚袂踏着跋倒，你倒地一定袂惊，倒落去会真好困。忽然发生通惊的代志，你毋免惊。歹人要甲你毁灭，你嘛毋免惊，因为上主会做你的倚靠，伊会保守你的脚无陷落罗网。你若有气力做好，毋通拒绝，要帮赞需要帮赞的人。你若做袂到，毋通对你的厝边讲：“你转去，明仔载过来，我才互你。”厝边甲你和睦徛起，你毋通设计害伊。人毋捌陷害你，你毋通无缘无故甲伊冤家，毋通心善强暴的人，嘛毋通经伊所行的路。歪曲是非的人，上主厌恶；正直的人，上主甲伊亲密。上主咒诅歹人的家，义人的厝受伊祝福。藐视人的，上主藐视伊；谦卑的人，上主施恩予伊。智慧的人会得到尊严，愚妄的人所得到的是见笑。